要都补，补肾养肾的效果高达好几十倍，真的是太给力啦！我们先来准备250克黑豆，我们先把坏掉的黑豆挑出来不要。黑豆有2种，一种是乌皮青肉，而另一种是乌皮黄肉。我们要选择乌皮黄肉的这种。医书上记载，黑豆是有脾肾精的，而黄色属于脾胃，所以我们选择这种乌皮黄心的，补肾的效果特别的好。它的形状像一个腰子一样，最好不要选择那种圆圆大大的、大小一样的豆子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豆子倒入大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温水进行清洗。豆子看似干净，但是有灰尘的，所以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洗洗，淘洗干净。像这样来回的搓洗搓洗，抓捏抓捏，能够洗掉表皮的脏东西还有杂质。洗过之后呢，多换2遍清水淘洗干净就可以啦。黑豆最为人所知的养生功效就是补肾。黑豆除了补肾之外，它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帮助我们滋养肌肤，使我们的皮肤白嫩光滑又细腻，还能延缓我们人体的皮肤衰老，减少皱纹和色素的生成，能够起到很好的美容